请作乐。恁着尊重耶和华咱的上帝，伫伊的脚踏椅的头前跪拜，伊是至圣。伫伊的祭司中有摩西甲亚伦，伫求叫伊的名的人的中间有撒母耳。因求叫耶和华，因就听因。伊伫分条的中间对因讲话。因遵守伊干净的话，甲伊所想事因的律法。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你有应因。你虽然照因所行来报应因，犹久你是赦免因的上帝。你着尊重耶和华咱的上帝，伫伊的圣山跪拜，因为咱的上帝。耶和华是至圣。这是咱三角内吟圣诗第200首，天顶讲起上帝荣光。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大家由阮徛伫，咱同齐来做咱的信仰告别，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这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5月上天，打坐全能爸上帝大病，
伊要对遐国内审判活人甲死人，发性性行，发性性，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有切国我，永远的骂名。阿门。请坐。这是咱三个来看启文第一篇，就是《生命记》第6章。以色列啊，要注意听，要切实遵守，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伫老年甲你的事亨通，人也该听侪。以色列啊，要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恁要专心、专情、全力。定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个话就记牢伫心内，嘛着群群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这倒伫也是客人，拢着念互因听。搁着捌伫手呢做记号，捌伫额头提醒。就写伫厝的门遐，嘛就写伫。这是要祈祷，请苏玉玲姊妹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恩典的主，阮要感谢学到你，学到你所赐予阮生命中每一个阮拄着的人，求主予阮讲出学到的话。因为独独对你来的智慧，会当讲出清气的话、和平的话、温柔的话、怜悯人的话，互阮会使成做学老的人。互阮的厝是学老的厝，阮的教会是学老的教会，阮也有学老的性命。因为阮相信，阮是有主你的恩典，有主你的性命伫阮中央。透过今仔日的圣经节，互阮搁一摆清楚。阮对主领受极大的福气，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旨意伫阮后代的子孙。愿主互阮坚持的心，成做好的模样，互因来军队。阮若做无够额，求主你赦免，加添互阮。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们来读上帝话圣经，请朱美玲咱姊妹来读。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9章28节到36节。路加福音9章28节到36节，汉语本78页。讲这个话了后，差不多8日。耶稣带彼得、约翰、雅各三甲上山祈祷。祈祷的时，伊的面貌有各样，伊的衫白搁光亮亮。忽然有2人甲伊讲话，就是摩西、以利亚。因伫阳光出现，谈论伊的过事，就是伊伫耶路撒冷所要立地的。彼得甲当地的人夜先眠去。到因精神，就看见耶稣的阳光，以及到伊徛伫迄2人。当迄2人离别伊的时，彼得对耶稣讲：“先生，咱伫遮真好，阮来搭3间寮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是毋知伊所讲的。讲这个话的时，有魂答应，因入伫坟内就惊，有声对坟内出讲。这个是我的囝，我所敬的，恁着听伊。迄个声已经出，就看见耶稣家己伫咧学生静静。迄时无将所看见的甲人讲，愿上帝赐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俄勒，请葫芦团体俄勒看见神的爱。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分享大声，咱先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捌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应阮每一个接纳你呼召的人，一未来有搁活的性命，然后要甲你做伙一天顶，享受永远的荣耀。总是主上帝，你嘛真做人的形象。你伫山顶迄出你的阳光，总是了后，你悠然用人卑微奴仆的形象，行往耶路撒冷，行往苦路，行往十字架，来得到你伫世间要得到的荣耀。愿主上帝，互每一个跟对你的人，接纳你呼召的人，都会当看重即个荣耀，会当互阮一未来，小共款用谦卑、温柔、牺牲付出安尼奴仆的形象，来得到上帝你所要授予互阮的。也愿主上帝通过今仔日主上帝你的话经文的记载，对中间会当互阮学习，要安怎互阮真做亲像你小共款安尼的款式。恳求主上帝你的神运行伫这中间，一分享的过程，你授予亮光甲启示，互阮逐人食做阮性命的帮助。阮将整个分享的过程交托伫你的手，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各位兄弟姊妹，咱刚知影今仔日是啥物主日？头看一下周报。除了妇女团契的主日以外，是啥物款主日？基督变貌主日对无？这基督变貌主日是主显节，还是主显节期最后一个主日？接续咱要进入啥物款的主日？敢有人知影？大斋节期，还是讲浴苦节？浴苦期。这个大斋节期的信仰功课是啥物？这个大斋节期的信仰功课，就是毋茫咱当通过禁食甲祈祷来操练对付家己的欲望甲弱点的一个节期。用国语保罗的话号做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意思讲对付家己，将家己拍好甜甜安尼。所以一接续这个大斋节期，咱也是愿意用禁食甲祈祷安尼来对付操练家己的话，检采，咱会使伫信心的帮助下面，体验到亲像主耶稣相共款，伊所面对的这个试探以及这个苦难。接续的这个拜三，后一页。接续的这个拜三，就是3月6号，是这个圣灰拜三，也是讲这个抹灰日。抹灰日，这个将夫也是头壳顶，也是将夫抹伫咱的头壳遐。安尼的思想，也是讲安尼的礼，是对犹太信仰来的，是对犹太信仰这个习俗来。这个习俗是要代表啥物？咱回想是旧约圣经，咱看一个人将家己的衫离互开，然后将这个夫也伫家己的头壳顶。当一个人安尼做的时阵，是代表啥物？代表啥物？你拢无咧读圣经对无？代表一个人极其的悲伤，也是讲代表一个人伊的忏悔。后来教会，咱中了总可能无天主教，也是其他的教派，有用即个犹太人的即个礼，成做教会的一个仪式。伊用樟树枝所烧了的这个火，通过这个宗教人员一信徒的头壳遐画这个十字架。画这个十字架是要象征啥物？象征迄个人伊想要悔改的一个决志，想要悔改的一个决志。到这个十字架是要提醒咱每一个人，咱人想要悔改，想要性命改变，靠咱家己敢有法度？靠咱家己无法度，爱挖靠啥物？十字架耶稣牺牲所得到的这个恩典，
爱挖靠信心的帮助。一接续即个后一页，一接续即个圣会拜3 3月6号，一直到国外节的前一日4月20，3月6号到4月20，这中间的日子，咱也是卖算即个主日的话，有40天的即个时间，有40天的即个预苦期，也是讲大灾节期、大灾节期。谁要用这40天？咱来想看卖啊！谁要用40天的时间来操练家己、禁食、祈祷，对付家己的软弱甲欲望？谁要40天？耶稣嘛，对无？啊嘛，亲像犹太人是旷野安那受操练嘛。咱若是愿意这40天安尼操练家己，咱就真正会当去体会，什么会或者面对撒旦的试探。无事甲恁讲一件代志，你若是拢无要对付你家己吼，你拢袂感觉家己有啥物软弱还是弱点。啊，若是当你愈要想要对付家己吼，你会发现讲真正是无法度，一项一项弱点拢走出来。你若愿意来对付家己，你就会发现安尼的代志。一个月节了后，过一个月，就是即个信心降临节。信心降临节，即个节期是要互咱做啥物？敢是要互咱的信仰会当实践，会当去传福音，会当去做事工，将咱所相信的实践出来，对无？今仔日主耶稣，伊要传福音，要传道进前，伊先操练家己啥物代志？禁食、祈祷、对付家己，来克己了后，伊才来做事工，才来传福音。今仔日毋茫通过这个主日了后，来让把握这个大灾节期的时间，这40日的时间，好好啊操练家己，禁食、祈祷、对付家己。咱禁止咱有任何的享受，禁止咱有任何佚佗的这个代志，专心伫伫上帝面头前来克己，然后是这个信心降临的时阵，开始来实践咱的信仰。咱来看后一页，总是咱要进入这个禁食祈祷的操练进程。今仔日咱有讲过，这个主日是啥物主日？基督变貌主日。咱要通过这个主日，也是讲今仔日的经文，互咱会当伫操练对付家己的功课顶面有一个基础，有一个方向。基督变貌主日上主要是咧纪念主耶稣唯一一解。来显出伊上帝的荣光，总是当主耶稣显出伊上帝的荣光了后，伊落山，才说伊行往啥物所在？敢有人知影？耶路撒冷对无？啊，行去耶路撒冷要面对啥物代志？面对十字架，面对苦难。所以，咱看起即个基督变貌主日。会当互咱看起一件代志，原底伫天顶坐伫宝座顶，这位充满荣光的上帝，伊来到世间，成做人的形象，总是伊却爱面对十字架安尼的侮辱，这拢是为着啥物？但你边人讲为着你甲我，讲一个啦，你甲我啥物代志？为着咱的罪啦，一个明明是天顶满有荣光的上帝，正做人的形象，面对十字架安尼的侮辱，拢是为着你甲我的罪，安尼来做牺牲甲付出。咱来看后一页，这段经文的中间，其实咱嘛会当对一个配角，就是彼得这个初代教会的领袖。伊的身躯顶，不管是伊的讲话，还是讲伊的行为，会当来反照出咱人的软弱、无知、甲可恶的所在。上时彼得一只所做的代志，我要讲的是，嘛有可能发生伫咱的身躯顶，甚至讲是常常发生伫咱的身躯顶。彼得一只所发生的、所表现的，嘛相共款，是咱人每一个人拢爱对付的即个罪恶。我感觉我找到这张图真有意思。咱有看起呼召无？啊，咱有看起需要无？
咱有看你人的惰性无？咱人就是安尼。咱来看后一页。咱人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呼召，咱得到甲主耶稣亲近安尼的恩典，咱得到主耶稣的保守甲看顾。总是咱渐渐对耶稣失去应该有的尊重甲敬畏，甚至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即个恩典是理所当然的，即个恩典是咱家己靠咱家己的努力所来得到的。因为主上帝真做人的形象来到世间，甲咱非常的亲近，亲近甲互咱袂记得，伊原本是上帝。亲近甲互咱袂记得，伊原底满有荣光；互咱袂记得，伊是圣洁、正直、公义、满有权柄的迄位。上帝遮尔疼咱，遮尔珍惜咱，遮尔亲近咱，总是咱到后壁一定失去对伊的尊重甲敬畏。咱人常常将上帝互咱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也是将这个恩典所得到的，当作是家己努力打拼来。咱来看后一段。咱手头若是有圣经，咱当做来看。这段圣经的记载是送带送就山，耶稣带门徒。是送带送来做祈祷，是送显出伊的荣光，互别人看。自头到尾，就是耶稣带门徒就山，带门徒祈祷，然后显出伊的荣光，互门徒来看。自头到尾，门徒有做啥吗？无，就是军队，然后领受，军队然后领受，领受，领受，搁再领受，自头到尾就是领受尔。耶稣带人就山，要互人通过基督甲上帝亲近，然后也要通过互因所看到的异象来认捌上帝、明白上帝的启示。总是自头到尾，耶稣对人的好意，人敢有将伊当作一回事？人无将伊当作一回事。咱来看后一页，彼得。也是讲，这个门徒因是基督的态度是安怎？经文安怎记载？因基督安怎？哈？昏倒、睡着啦。即马网络吼顶悬就流行啥物女友视角、男友视角，各种的视角。你安知这是啥物视角？这个是牧师的视角。到安牧师才会当看到这种情形，恁看袂到。恁敢要相信我捌看过安尼的景象？你敢要相信？有啦吼，但是告诉自己不是我，说一次。唔敢讲就表示讲恁拢有困去过。基督甲困去到底是安怎？路加一家到底是要传达什么款的信仰的功课？啥会基督甲会困去？耶稣好意带伊的门徒，毋望因通过基督会当甲上帝亲近，总是人的心对这件代志非常的无要义。也路加一家所要传达的，就是信心是咱身躯顶的功课，信心是咱身躯顶的这个工作。人若是无信心的感动甲引带帮赞。人是无法度祈祷，甚至是无法度进入这个祈祷。人若是无信心的帮赞，嘛无法度对上帝话有兴趣。就亲像彼得相共款，因还未就山进前，耶稣用十字架甲因呼召，然后带因就山来为着这个十字架呼召来祈祷。总是因基督甲会困去，就表示讲。因敢有要义耶稣讲的话，无要义，无信心的帮赞，就无要义上帝的话，无信心的帮赞，你就自然唔知影要安怎祈祷。后一页，信心是这个工作，就是会当互咱来经验基督，认捌基督，体会基督，最后咱爱来传讲基督。路加伫福音书内底。
对彼得嘅记载，以及以及使徒行传对彼得记载，会当讲是差真济，会当讲是差真济。福音书内底彼得，甲使徒行传内底彼得，真正是差真济。我问咱大家，是咱今仔日看的福音书这个经段内底，这个时阵的彼得，伊敢有捌伊所跟随的老师耶稣？因敢有捌这个耶稣？毋捌啦，伊根本就毋捌。虽然讲伊的嘴讲啊，你是基督，但是伊心内所想的基督，甲耶稣讲的基督，敢有相共款？无共款。彼得完全都无熟悉伊所跟随的这个耶稣。上互人感觉可惜的，就是伊的人确实有跟对耶稣，对去世界传福音，即摆咧对伊就煞，无毋对伊的人有跟对耶稣，总是伊的心，敢有跟对耶稣？伊的心无跟对耶稣啊！伊的心内有家己的想法，甲家己的拍算。总是咱若是来到使徒行传，咱看伊讲，搁活的主耶稣。倒一摆甲彼得呼召，然后互伊信心充满了后，彼得敢毋是一众人面头前开始讲道，传讲旧约内底对基督的这记载，然后伊所做的事工，伊所建立的教会，拢是为着上帝国的缘故来做。所以咱看伊讲，福音书的彼得，甲使徒行传彼得，敢有差真济？有差真济，这完全拢是信心的工课。路加是福音书内底所记载的门徒，因的义务甲责任是啥物？就是军队嘛，就是听堂嘛。因为因是福音书的这个阶段是学习的阶段，因敢有法度做啥物？无法度。总是来到使徒行传的时阵，这个门徒相共款要伫军队甲听堂吗？使徒行传的这个门徒拢在做啥物代志？传福音、建立教会、做上帝国的事工嘛，对无？而且我要讲的是，这个门徒当因开始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教会上帝国的缘故传福音的时，敢是甲亲像耶稣相共款，面对真济挑战、攻击甲阻挡，敢是？一只我要讲一件代志，当耶稣要伫世间的时，着因的人跟对耶稣。总是因的心无伫耶稣的身躯顶。不过，当耶稣搁活就天了后，信心降临落来。当因无搁看到耶稣的时阵，因确实真真正正开始来跟对着耶稣的脚步。迄个时阵，因才真正跟对着耶稣的脚步。所以，咱看起一件代志。信心是咱人命工课的重要性。若无信心检采，咱会亲像彼得相共款。咱的人确实即军队主耶稣，总是咱的心安怎？有咱家己的想法，家己的拍算。后一样，路加嘛通过这段经文，伊要对耶稣的行动，也是讲伊的教导中间，来反映出圣经，也就是上帝的话对基督的重要性。耶稣呼召人来跟对伊面对苦难，通好一未来作为一天顶享受永远的荣耀。咱看起经文，当耶稣用十字架单呼召了后，马上带伊三个上亲近的门徒上山，为着受难的呼召来做基督备办心。总是这三个门徒，敢有为着受难的呼召来基督备办心？无。因为因无要伊，因无要伊，因无将耶稣讲话当作一回事，因无要伊，所以基督甲会困去。当一阳光一异象的中间，这门徒做啥物代志？做啥物代志？彼得讲是阿伯讲话，彼得敢有一下阿伯讲话？来，咱的圣经经文安记载，路加安记载彼得。敢是讲伊毋知影家己咧讲啥物，不知所云啦，无所报。伊毋知影家己是咧讲啥物。耶稣呼召因做伙来受苦，耶稣嘛应允因未来应邀。
结果因无为着受难安尼的呼召来做备办心的祈祷，迄着准煞，准煞袂要紧，总是一异象的内底，因听到啥物代志？伫异象内底听到啥物代志？敢是听到摩西甲以利亚去讨论耶稣至耶路撒冷受难的代志？那安尼甲耶稣受难的呼召，敢是讲的内容一模一样？头前用受难的呼召，安尼来邀请你，后壁恁伫异象中间都看到遮个先知，安尼伫讲耶稣，总是彼得接受呼召，看去异象了后，彼得做啥物款的反应？彼得真正做啥物款的反应？伊讲啥？哇，真好！耶稣啊，我搭3间寮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你。啊，以利亚，阮一只真好。彼得明明都受到呼召，明明看见异象，总是伊照常用伊家己的想法甲私欲，往耶稣来求讨。往耶稣讲：咱毋通落山，咱就一只永远住落去，互阮享受永远的荣耀。无要听耶稣的话，无要接受耶稣的呼召。伫异象的中间，都毋知影爱安静默想，伫毋知影是啥物货，拢毋知影毋捌的情形下，无知的情形下，就开喙，甲耶稣乌白来乱求。后来送听袂落去出声，经文记载，送听袂落去来出声，上帝听袂落去，这是啥物祈祷啊？这到底是啥物祈祷啊？上帝听袂落去，听袂落去，安尼呼求，所以就分彩中间来出声，爱彼得点点，但讲这是我的囝，然后爱安那听探因，爱听探伊的话。后一张，这就是人对旧约时代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咱讲遮济话。但是足少去听，足济埋怨，足少会才会顺叹。讲了真敏，听了真钝。咱常常讲上帝话是有气力的，对无？这个世界嘛是对上帝话来创造，总是上帝的话的这个气力，上帝将来要强强使用伫咱人的身躯顶。独独上帝互人有某一个程度的自由，互人会当家己去做选择，互人家己会当去做这个决定。所以，当咱人面对上帝的气力，就是上帝的话、圣经的时，上帝小人管互咱家己自由去选择、去决定，看是要好好啊听伊的话，还是要爱听伊的话，要家己规工遐高高叫。细细念，啼无停。上帝互咱安尼自由意识，咱要安怎选择？是要听伊的话，还是要一直讲咱家己的话，照咱的意思去行？然后创造一个家己爱的上帝的形象，然后设计家己的安全感，设计家己会当接纳的这个状况。后一页，咱人伫上帝面头前。往往拢会亲像彼得安尼，咱有时阵亲像会想彼得相共款，伫上帝面头前，毋知影家己是咧讲啥物。耶稣邀请伊的门徒跟对伊，做伙来面对世界，然后一未来享受永远的这个荣耀。总是彼得却一只讲一寡甲耶稣的呼召颠倒变的话，颠倒变的话。咱若是看圣经对旧约到新约，是啥物款角色拢伫反对上帝？啥物款角色完全拢伫反对上帝？啥物角色？撒旦啊，自头到尾拢伫反对上帝。那安尼彼得一只行为，敢有亲像撒旦？所以，一其他福音书内底，当耶稣用十字架间呼召的时阵，彼得甲耶稣揪去边啊，创啊，他苦坑嘛，叫撒旦，叫做。耶稣甲彼得讲啥物话？撒旦提去。
人想要家己塑造一个上帝的形象，就亲像阿伦甲以色列众人伫山骹做即个金牛来拜烧共款，照家己的需要、家己的想法去创造一个上帝的形象。某一个程度，这就是想要控制上帝的一个想法甲需要。一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请问这三个门徒伫山顶想要做啥物代志？为着耶稣甲摩西以利亚创啥？搭饼仔嘛。因搭饼仔这个想法，就亲像西奈山骹这以色列人的想法是相共款的，无啥物无共。耶稣变貌了后，是要行恩苦路，行恩是日价，为着人的罪来牺牲付出。总是彼得却想要将耶稣留伫山顶，互伊享受永远的荣耀甲快乐。这违反耶稣的十字架的呼召。耶稣爱人跟对伊来行，面对苦难，面对十字架。总是人却爱耶稣留伫山顶，然后照因的意思来行。后一页，头我有讲过。信心降临节是一个咱爱将咱的信仰实践出来的一个节期。讲紧无紧，讲慢无干。你可能会讲，牧师都有3个月的时间，会当互阮来备办心。当信心降临节的时阵，我会当起来做工，阮的命绝对有大大的改变。你绝对会讲，牧师都有3个月，都足久呢。这3个月，我的命绝对会改变。我唔知啦，敢有可能？来，咱问咱家己信主偌久啊？咱信主偌久？敢有10档以上？20档以上？30档以上？有嘛？啊，咱身躯顶敢有啥物歹习惯？敢有啥物乱录？啊，到即马你敢有改啊？啊，所以3个月有足济无？当咱一信心降临节要来实践咱的信仰的时，咱的所讲、所想、所做的，咱的基础是要建立伫倒位？咱所想的是耶稣的意思吗？咱所做的事工是上耶稣的旨意吗？咱的祈祷有符合耶稣对咱的呼召吗？这个主力了后，要进入这个大灾节期，这个大灾节期要来操练禁食甲祈祷。总是咱要祈祷啥物？咱要祈祷啥物？咱来看咱手中的圣经，最后一节，36节，牧师来读。36节，路加安尼描写讲，迄个声讲了，敢若剩耶稣一个伫遐。有一段时间，门徒拢点，无甲人讲起因所看起的代志。我相信彼得因经历这个代志了后，也无法度完全明白所发生伫面头前的这个代志。牧师甲咱讲，看起异象甲性命改变是两回事。莫不时来讲，牧师我看起异象，我听起啥物货？异象甲你的性命改变是两回事。你会晓讲方言，会晓达种的文数。这嘛甲你得救是两回事。异象甲遮个恩赐，拢是上帝互咱主动互咱的遮个恩典。总是生命的改变甲得救，爱看咱人有要回应上帝的呼召也无。虽然咱看到彼得伫迄个时阵，伊实在是无明白发生伫面头前的遮个代志。不过上至少，彼得真正学到啥物代志？上帝互彼得这3个门徒学到啥物代志？学到啥物代志？学到点啦，安静啦，默想啦。因为安静默想是进入听透上帝的话，顺探耶稣呼召一个大成的功课。你袂晓学习安静伫上帝面头前，你就无法度来听清楚上帝的话，你就无法度来清楚起调至耶稣的这个呼召。今仔日上帝一定亲自出声，
阻挡彼得伊阿爸祈祷，然后叫伊点点安静，都甲伊讲一句：你爱听叹伊。所以彼得直接学到一个功课：爱安静，爱听叹。虽然伊无了解讲伊面头前这异象是啥物意思，总是上至少，伊伫上帝的声音了后，伊知影未来耶稣所讲的这个道，伊爱详细听，伊爱认真听，伊爱专心来听，然后来顺探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照安尼来行。最后一页，我咱伫未来的这个大灾节期，咱的祈祷千万唔通像迄彼得相共款。阿伯讲，唔知是咧讲啥。真正也求信心帮助咱，会当来听上帝的话，安静静谧伫上帝的话面头前，来清楚主耶稣对咱的呼召。也愿咱的祈祷真正拢通合主的心意。也愿咱伫信心降临这时阵，咱要开始来实践咱的信仰的时，是真正会当表现出基督的这个荣耀。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既然你已经通过主耶稣呼召阮，甲耶稣做伙来面对苦难，一未来甲耶稣要当受荣耀，就恳求主上帝你的信心帮助阮，互阮学习安静、静谧来默想主上帝你的话。互阮通过你信心的帮助，对上帝的话内底来学习要安怎向你求讨、向你祈祷。今仔日你的罗卜彼得，一只嘛，互阮真大的提醒。面对你的呼召，看见异象，阮得赶紧点点安静来思考。主上帝，你到底互阮什么款的亮光？你到底互阮什么款的启示？也愿主上帝伫即个大灾节期，禁止祈祷的操练下面，会当严严来对付家己，会当互阮有一个诚实、正诚的性命，然后在信心降临即个实践信仰的节期，好好为着你的事工来打拼，为着上帝国或者的福音做伙来宣传，也愿主。阮所做、所受、所行的，让人显示出基督的这个荣耀。愿主上帝你的神安尼来帮助阮、引带阮。愿安尼向你仰望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是咱个三甲来用信息第71首，基督世界真光。请大家起立来用全首。Hãy subscribe
请坐。即时来奉献，请黄月珍、尹丽芳、刘惠美、苏丽美。这是咱三甲来用来读今仔的经句，伫咱的周报上后壁一面。受气煞见效的暗示，无行伫鬼客，无混杂上帝的道理，就是显明真理。伫上帝面前，将家己证明伫逐人的良心。哥林多后书4章第20节，请是有气煞见效的暗示，无行伫鬼客，无混杂上帝的道理，就是显明真理。伫上帝面前，将家己证明逐人的良心。哥林多后书4章20节，是有气煞见效的暗示。无行伫鬼客，无混杂上帝的道理，就是显明真理。伫上帝面前，将家己证明逐人的良心。
哥林多后书4章20，请咱看咱的周报。咱的周报第一页是咱本周服侍甲后周服侍人员，请咱的服侍人员来注意。第二页是咱周间的聚会，甲咱教育部的课程。伫遮咱有咱的社区的活动，3月份开始，咱有7个班拢要开始活动啊，请大家来参与。若是有人愿意来报名的，嘛欢迎你来报名。第3页是咱的教会小组的组织，时间请咱大家来看吼。搁来掀开咱的周报册中有夹一张是咱教会小组带导的事项，遮内底各区拢有真侪兄弟身体欠安的，若是你有感动，会使去甲伊看。第4页是咱的奉献证明，有错误的来请咱的中职来反映，来变更来更改。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是妇女的主日，妇女团契的主日，请大家来带导来关心。3月份的值周，咱的长老是陈建州长老，执事是陈玉芬甲柯明伟2位执事。3月份的生日，大伯来庆生，遮读着名，请你来出席。林章茂、邱美玉、单钱碧莲、陈光勋、苏丽美、吴传兴、张玉燕、许和南、林春美、彭家富、张春燕、李明霞、徐玲、陈雪慧、黄文义、刘生祥、蔡丽凤、陈之玲、穆桂英、赖美莲、杨淑芬、王丽泰、张怡君、于美莲、张丽珍、陈碧莲、傅其芳、李鸿祥、梁志平、刘应红、刘应浩、何玉玲、陈嘉涵、黄丽萍、林泽颖、赖敏轩、赖正、罗运竹、黄伟婷、吴和谦、冰微笑、刘如欣、任珍妮、陈瑞香、许涵训、陈纯玲、范明燕、邱瑜琪、闵韵如、彭玉锦、孟轩、曹孟轩。范明燕在楼上，请下来。在座若是有无挑到名，你是这个月3月份受生，请你出来，有无？哦，范明燕来啊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阿门。祝你生日快乐！第二场结束礼拜了后，要点伫4楼的交易室，要召开财团法人董事会的会议，请咱的董事来出席。下晡1点，伫701会议室要召开3月份的定期中职会，请咱中职来出席。后周3月30是中昼12点6楼要召开财务部的会议，请阮部员出席。教会的消息，才有一个改变，就是咱的教会伫今年度开始，为着咱的要报税、奉献证明，即马要开始甲国税局有一个电脑的连线作业，所以若需要的咱的会友，请去办公室找财务干事薛丽华干事来写一个单，写你的名、你的身份证、甲你的户籍的资料，互伊来处理。过来就是咱的社区的英语班，咱社区英语班即马要改3月16开始，点伫咱礼拜六时间早时10点开始要来上课，但是即马招生已经有8个，还佫欠7个，15个才要开班。即摆的老师是王宗慧老师，都是咧教日语班的老师。若是有兴趣，请来报名。3月13就今仔开始有授洗班的课开始啊。头一节课是就是陈建州长老要上，开始你的新生命。即摆已经有5个报名。那在座有人还未受洗，你要上课的，请你来报名。查经班，牧师的查经班，即马嘛开始啊，已经对2月14已经开课啊，都每礼拜4暗时的7点半，拢是伫教会书信请大家来参与。教育消息。才有几落个，都是为了造就训练青年的部分，有一个 TKC 70周年的青年宣教研讨会，点伫双连教会是3月16。这个呢，是有真济咱的好的牧者点伫咧重点，就有一个邀请伫港课，伫咱的第6页，才有几落个，咱拢熟悉、捌熟悉，有葛兆新牧师、甲郑宗仁牧师、甲咧葛兆，还有葛兆牧师，就是伊早伫咱遮捌做神学生的这个牧师咱大使会参与加青年关心青年的议题的这个课程来参与。过来就是2019有一个危机灾难悲伤辅导的灵性关怀课程，这个课程有3个阶段，每一个礼拜都是有3节课，但是呢，这会使有一些进修课程，那是有一些可以让我们有搁较侪学习。就是请会使去到 FB， 即马报名拢爱上网去报名。若是你袂晓，你想要来参与，你会使来到教会办公室，请办公室来甲你斗相共。过来第3项就是咱的暑期儿童少年营的教材及儿童青少年主日学教材的研习会，这伫咱3到5月。每一个礼拜六早时9点到12点，拢点伫总会家来主办伊的课程
有一咱的主日老师，甲咱的营会，福音队遮的同工拢会使来参与。过来就是咱的中职会联谊，嘛是咱中职当中有感觉咱中职有甲咱的正教会遮的大家，来联谊嘛是会使参与，请去看4楼的公布栏，遮有公告，过来就是3月7日，嘛是后礼拜的中昼12点，咱的合作社李干事会议要召开会议，请出席。以上，请牧师遮来报告、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3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压力真大，因为见啊，这个时阵牧师讲道，毋是讲敬者，就是讲祈祷，毋是讲苦难，也无讲实日价，拢爱咱操练即个克己，袂当有过头的享受甲庆祝。所以头寡名拢念了，人拢无爱出来，可能是啊丢毒啦。讲牧师讲袂当庆祝，都叫阮出来庆祝。照常会当庆祝啦3月6号拄好有一出电影，牧师真爱看。结果我牧师娘讲，小等咧，40天了后咱可来看。我甲伊讲，我绝对这40天内底，逐工就想讲，我想要看。这就是操练啦，这就是操练。好，牧师直接来介绍新的朋友。第一位是这个张顺顺，张顺纯，张顺纯。好，欢迎你来。好，请坐。第二位是这个刘静怡这位是阿伯，拍破大家欢迎。好，今仔日是这个基督变貌主日，总是上时嘛是咱的妇女团契主日。今仔日咱看到咱的姊妹伫这中间有真好的服侍，咱有看到无？有咱请伊起立，咱大家拍破大家鼓励，大家感谢。好，请坐。请问有因是妇女吗？有因是妇女吗？好来，头挂无起立的妇女拢起立一下。刚刚没有起立的妇女都起立一下，好不好？好，来，我们也鼓掌来鼓励这些辛苦的女性啦。好，请坐。头挂遮会起立的，拢还袂加入哈。好。妇女团契拢大家邀请，毋望今仔日通过这个妇女团契主日的这个服侍，会当看去讲，其实女性也是讲姊妹一咱教会的重要性。男性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太阳刚了，那女性其实会当表现出上帝无同款的面相，无同款的性格，会当好像看起无同款上帝的形象。也愿咱未来继续为着妇女的事工。继续来关心，继续来支持。以上。第390首《俄罗天父愿福本愿》。起立。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
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伫即个节期通安静默想伫你的话语的下面，会当互阮清楚主耶稣对阮的呼召，嘛当掠着主耶稣互阮的应允，就是甲你同受荣耀。也愿主一即点就开始追求安尼的稳定，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电乐白岛。这是大家来行平安礼，互相讲，愿平安喜乐，甲你三甲伫地。